各位群組成員啦，今次介紹呢條線係一條好慘嘅一條地鐵線，因為呢條線佢要自降身價，同埋佢用嘅車比較細格啲嘅。咁呢條最慘嘅地鐵線就係上海地鐵8號線。咁除咗介紹8號線之外，仲會介紹一條好特別嘅路線，嗰條就係蒲崗線。係啦，呢條8號線真係慘到爆，話俾你知。咁上海地鐵8號線就係由時光路站去到沈渡公路站，咁原本稱為航天博物館站。咁呢條線分兩期嘅發展嘅，第一期就係由時光路站去成山路站，咁第一期出資係144億9300萬嘅。咁第二期就係由成山路站去到航天博物館站，即係而家嘅沈渡公路站。咁呢一段出資53億嘅。咁8號線就2010年啦，咁上海世博會舉辦世博會，咁8號線就會貫穿世博大部分地區，但係好唔好彩嘅就係8號線嘅列車嘅車廂係比較細啲，因為佢用私營列車，你知私營列車個車廂好細個嘅，係啊，同埋好逼嘅。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？就係全因為生不逢時咯。即係佢出世嗰陣時，啱啱就唔啱時間啦。但其實8號線有啲存在嘅問題嘅。咁第一就係私營列車嗰個車廂太細啦，咁令到嗰個嘅車廂係好擠迫啦。咁但係佢要降標先至獲批，所以係自降身價㗎。呢個又係一個大嘅笑話啦，俾人呃咗啊！呢個係。其實8號線係比較你一個站呃咗，咁呢個就係航天博物館，即係而家嘅沈渡公路站。咁點解有咁大個笑話出嚟呢？其實就原本嗰個嘅航天博物館打算就喺沈渡公路嗰度起嘅。咁地鐵公司就話不如咁啦，我哋就將呢個站叫做航天博物館站直接啲啦。咁但係到2009年8號線5期通車嗰陣時，成個航天博物館唔見咗，係嗰度就係一塊荒地。咁地鐵公司俾呢個航天博物館呃咗4年啦，去到2013年咁就將更名為沈渡公路站。呢個就係自作聰明反被聰明誤嘅一個天大嘅笑話。係啊，呢個真係你當笑話睇啦。好啦，咁介紹另一條線啦。咁呢條就係蒲崗線啦。你望到架車都比較唔同嘅，都係特別嘅。咁介紹下先啦。咁呢條蒲崗線就係由沈渡公路去到匯津路。咁原本係8號線3期嘅工程，即係原本計劃將8號線繼續向南延伸至蒲崗鎮嘅。咁但係考慮到私營列車啦，咁就俾人哋即係轉彎嗰陣時個半徑會拖慢咗嗰個嘅行駛速度啦，同埋啲高架段轉彎嗰陣時個噪音發出嘅噪音太大啦，咁所以將呢條線單獨運營嘅，獨立行駛嘅。咁蒲崗線成為上海首條嘅 APM 線。咁呢架車有啲特別嘅，就係佢嘅車轆係用膠轆嘅，唔係用鋼轆嘅，即係行嗰陣時會靜啲啦。咁同埋蒲崗線原本得兩個站啫，而家變咗6個站啦。唉，呢個真係一個悲慘故事。8號線嘅悲慘故事其實就係呢啲咯，就係第一就係個車廂太細啦，太逼啦。第二就係世博會舉辦嗰陣時但係8號線亦分享唔到呢個歡欣，因為始終車廂太細，途經嘅地方太多，所以就算你世博會經過8號線經過世博會嗰啲，佢都唔覺得開心嘅，因為係好慘嘅。因為佢始終細，咁同埋為咗呢獲批而個工程而降標啦，係啦。咁第四就係佢途經嘅地方太多，但個車速太細。咁第五個就係俾呢個航天博物館係呃得好慘嘅，雖然8號線好慘噶。大家睇下呢個就係8號線嗰個嘅路線圖啦，呈東北向西南走嘅。咁呢個就蒲崗線啦，咁蒲崗線頭先話佢係8號線3期嘅工程啦，亦都係8號線嘅南延段
咁因為8號線佢好多站啦，咁好多站都冇乜特別，咁佢係唯得呢一個係懷獨線，咁呢一個就係比較特別啲，所以就淨係隔住呢一個咯。咁呢一個站就叫做沈渡公路站啦。咁呢個站頭先話過啦，原名叫做航天博物館站嘅。咁呢個就係8號線嘅總站，亦都係蒲崗線嘅總站，亦都係白吳線同蒲崗線嘅轉乘站。咁呢個站頭先話過俾人呃得好慘啦，咁但係到2013年就更名為沈渡公路站，俾個航天博物館呃咗4年啦。好啦，嗱兩條線嘅總結啦，因為我費事夾埋一齊啦，因為始終兩條線就有啲分別嘅。咁首先係8號線嘅總結先啦。8號線其實係一條悲慘嘅一條嘅地鐵線嚟嘅，咁同埋私營列車車廂太細，令到好多人令8號對8號線有嗰個怨恨嘅，因為太細同好逼啊。咁第三就係為咗獲批工程而自降身價。第四就係頭先話過啦，叻唔切啦，即係以為嗰個博物館喺嗰度起，點知又唔見咗。咁所以呢個就係聰明反被聰明誤嘅一個嘅笑話咯。呢個就係8號線嘅總結啦，仲有一個總結㗎，蒲崗線嘅總結。咁蒲崗線原本就係8號線3期工程啦。咁呢條線嘅最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唔用鋼轆，佢用膠輪嘅，同埋佢係上海第一條嘅 APM 線嗱，即係話佢冇駕駛艙嘅，即係個車台開放俾乘客睇嘅，即係你乘客入到去個車廂係可以睇到向前面一萬門直嘅風景，同向後睇都睇到風景嘅，因為前後都係窗嚟嘅，係啦。咁同埋呢條線就係由2個站變咗6個站。好啦，咁呢兩條線咧就係咁啦。咁8號線就好慘啦，蒲崗線得意啲，係啦。8號線真係好慘啊，真係慘嘅8號線。第一車廂細，用嘅車型都比較細。咁同埋雖然佢經世博嘅地方，但係佢就因為車廂太細，容納唔到咁多人，咁所以變咗好逼啦。咁最後啦，咁不如俾埋一段片俾大家睇，咁就結束今次嘅簡介啦。咁呢個就係蒲崗線嗰個轉向啦，我俾咁大家睇，睇埋呢個就完啦。嗱，你望到啊？呢個就係匯津路嗰度個總站啦。嗱，你望到啊？嗱，呢架就係蒲崗線嘅列車。你望到佢個轉向，嗱，佢轉過去啦。望到啊？佢轉過去啦。嗱，望唔到膠轆嘅，係咁轉過去啦。嗱，佢得4節列車嘅啫，因為太細架啦。嗱，你睇下前後都係玻璃窗嚟嘅。嗱，好啦，佢依家啱啱咁轉咗過去啦。